你老姑赛子啊，这是赛子师傅呀。我搞几年文创，那以后谁还记得我是赛子师傅呀？我都答应人家秀梅姐了，你不好反悔的。你呀，我有一天终于会让你这个婆娘给气死呀！哎，你干嘛去？哎，老胡啊，你给我回来！老胡。 你的，你的，哎呀，过节了，老规矩，你们俩的，谢谢秀梅姐。该怎么？今天做了这么多菜，都是你做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亲自下厨，我炒了好几个菜。对对对，这个鱼是叉烧的，还有这个，还有那个，都是你师傅做的。尝尝啊！今天呢是中秋节，而且呢，秀梅呢专门去买了月饼。你看这个月饼是有讲究的哦。啊，五福。还有呢。啊，双黄。哎，小鱼，双黄月饼有福气。是啊。哎呦，欢迎！小鱼啊，来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对不起。来，坐下吃饭。好，来，我说几句吧。好，先把酒端起来啊！来，我都没看见你给自己还倒这么多，大夫不让你喝酒。听他的，那日子还怎么过呢？妈，让爸喝两口吧，他开心就好。对，获利嘛，是吧？来，我们把酒杯端起来，来。今儿是中秋节啊。往年大家聚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就特别高兴；中秋节我就更高兴了。咱们呢，好好的团团圆圆的过个中秋节，快快乐乐的。来，跟着我把酒杯端起来，喝了！中秋快乐！中秋快乐！中秋快乐！好，坐这吧。哎，喝完了。哎，小玉啊，今天是中秋节啊，怎么还要加班呀？是啊。哎，你加班，他们给你发红包了吗？他现在那方广平天天骂他一头包。没事。小玉，真的，要不行咱就回来。你干嘛受他的气啊？对不对？方广平不可能像师傅师娘对你这么好，他就喜欢你。你这一走吧，轩家就真没什么人了。回来吧。是，不开心就回来。对呀。来。是啊。回家。吃饭啊。哎呦，怎么自己喝上了？又干了。别老喝呀，吃点菜。对。让我回来啊。你倒是别走啊。不是小鱼，马杆就给你开个玩笑，你别当真。是。你是该替他说话啊。干呗。过一天都是红星厂同事是吧？老爷，要走啊？说什么呢？什么红心掌怎么回事？行了，吃菜。马杆，师傅，我对不起您，师傅。这怎么回事？我对不起您，师傅。这干什么？来，起来！我搀起来。老薛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我对不起你，主要是孩子年龄大了，30出头了，连个媳妇也说不上。我们除了会捞纸，又没有别的本事，所以就去了红星厂。好歹呢，他是国营单位，面子上能好点儿。是红星厂找的你，还是你去找的他们呢？是他们找的我。他们听说呀，
我们宣家有人事上的变动了，那个江晨呐，就托人给我带话，说如果我们爷俩过去，就给我申请一个县级非遗传承人。他们答应啊，到那边厂子给马杆介绍个对象。老宣呐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们家是3代单传，对不对？不能在马杆这儿绝了后啊！师傅，都怪我师傅，对不起你，都怪。好了，马杆，起来。哎呀，好了，来舒服。刘岩，马杆，坐下。走点，老爷。去了就去了，也是好事儿啊。是我这个师娘没当好，我没把孩子的事儿放心上，这事儿怪我。行了，什么都不说了啊，只要对孩子好，就是好事儿。我知道了。老爷，你这么做，这不是把我们2口子逼得都没法在这待了吗？胡师傅，你们可不能走。捞纸的都没有了，还要我晒纸的干嘛？吃空饷啊！哇，胡师傅，咱们厂的情况你是知道的，以前是走过一些大师傅，可是你也知道，这么多年了，咱们厂不管是闲的忙的，咱没辞过工啊。现在这样子也是暂时的，你要是觉得你吃空饷没事儿，我们养着你们，我们愿意嘛，是吧？啊，老胡。梅姐，宣师傅，我们2口子不想走啊，但是咱们厂子里现在的情况，我们不想给你们添麻烦。哎呀，秀梅姐，你们放心，只要宣家需要我们，你打个电话，发个短信，我们马上就回来。师哥，是的，只要宣家需要我们，我一定回。真要走啊？这都要走啊？行了，没事，吃饭啊，吃饭。就这么散了，你们这些人，我这师兄，你们这伯伯，老壳子，永年，他们，你们真就忍心吗？你，还有你们，你说。师兄，哎，高兴啊，高兴！今天是过节呢啊，咱不说那些啊，不。中秋节，听我宣永年的啊，咱们一定要过个高高兴兴的中秋节，好吗？来，听我的，把酒杯端起来。来，把杯都举起来，酒杯端起来。来，过节。对，老壳子，师哥，来，在座的呢，在我全家的，起码都待上10年以上，有的甚至是几十年了。要说没有情感，那是胡说八道。我们呢，朝夕相处，记得来的时候呢，我是高歌相迎。那么我们既然要走，也要风风光光的，弄得热闹闹的走。宣家是有传承的，来，听我宣永年的，我敬你们一杯了。师傅们，辛苦了啊！中秋快乐！
中秋快乐！快乐。宣家弟子传承家训，无图会见，尔等入我门下，晨钟暮鼓，寒暑不辍。今见汝守义之诚，心甚慰之。望尔等此后持守匠心，勿忘守拙二字。江湖路远，或有坎坷，但以恒心为舟，便不负师恩。师傅们，多年来，你们为了宣家，为了宣旨，不分寒暑，劳神操心，宣家向你们道谢了。今天带来的，都是各位师傅到宣家之后所捞所晒的第一刀纸，请师傅们带回去，以作纪念。宣家永远是你们的家，你们永远是宣家的亲人。请师傅们坐下。叶盛开。1982年3月17日，您入宣家之门学徒，经40余载，赠你入门的第一刀纸，望叶师傅珍重。梅素兰，1994年9月19日入宣家之门学徒，今32年有余。赠你入门之后所晒的第一刀纸，望自珍重。胡万金，1999年5月初1入我宣家门下学徒，今已27年有余。赠你入门后所晒的第一刀纸，望自珍重。谢谢师兄。老宣，哎，各位师傅们，我满家3代在红星厂工作，到了小满这一代，我把他送到宣家来，为的是承接宣家1000年的恩泽，让他学习做人、做纸的知识和道理，承蒙用年兴不弃收纳为徒，不仅视为己出，还倾囊相授，我深感为念。愿后世子孙们无论走到哪里，为宣纸文化代代传承尽心尽力。我满城贵在此谢谢了。
一定要拿好，慢点啊，慢。哎，好。慢点。轩叔，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我们也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，希望您能理解。可是，我拿什么传下去呢？祖宗把这么好的荣耀传到我这儿，我在想，如何把这些宝贝发扬光大。这件事在我脑子里一直在转。现在是好纸做不出好的宣纸，经营也经营不出好的名堂。以后啊，你们就不用给我开工资了，我在这儿能跟着师傅一起学手艺，不让我交学费，我已经是赚了。轩家什么时候需要，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。我们呢，不管走到哪，都是轩家的人。咱们是做经营，不是做慈善，这也都是生存的基本法则。那企业得先活下来，工人才有饭吃，才能确保就业率。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？你自己最有体会。还是捞正宗的宣纸，怎么好怎么捞。爸，哎呀，你别担心了，你放心，咱们轩家一定会重新好起来的。小兔崽子，我这一巴掌，我是让你记住，在我们轩家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人，什么打工的，他们都是你的叔伯婶子，是你的手足兄弟，是支撑轩家的4梁8柱，是轩家的根。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，搞得轩家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们轩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。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，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轩家这棵大树扶稳，让它继续活着。你明知道这棵树的树根已经朽了，大风一吹就倒，你还非得碰它。林哥，我错了。我错在，我没有设身处地的去考虑我爸的感受。我错在我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想师傅们的感受。但是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，我想让宣纸可以2条腿的跑起来。这怎么就那么难啊？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？宣纸行情不好，轩家的日子不好过，你们都尽力了，这我知道。可你钱不该，官不该，你真不该闯这次大祸。这让师傅怎么活呀？
老薛，啊，大雅斋先订了1吨的净皮，钱已经到账了，1个月以后还得订1吨呢。哇！我的乖乖，那就是2吨呐！哎，有钱赚，他还嫌累。就是嘛，生意好了，加班加点我们也开心的呀，抓紧时间干就是了。对的，抓紧时间干。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负责好后勤。我想好了，哎，我想好了啊！如果这次合作成功了，我肯定给大家加工资。师傅，你这是？您不认得了？我当然认识，这就是放在我们家后山上老作坊的那个炖锅嘛。对呀，我给弄下来了。这玩意儿起码300多斤呢，你弄这个干什么？我觉得这是宣家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，不能在荒山野岭这么放着呀。来，慢点。你等，我缓一下，我缓一下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吃饭啦！你看看，太阳都到哪儿了，还睡呢？起来吧。啊。哎呦，哎呀，师兄，我看这厂子一没活干，你是不是也是晚上睡不着，白天睡不醒？有年呢，比您好不了多少，也是晚上睡不着，但他白天不在床上躺着，就像焊在了捞纸车间，一整天都不回来。去吃饭
啊，都做好了，走吧。茶给你沏好了。哎，哎，哎，林毅然，毅然，哎，廖主任，听说轩家的事了吗？什么事儿啊？不是，什么事儿啊？轩家的厂子倒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轩爷接了班，部子卖的太大，工人们适应不了，就都走了。不是，轩辕怎么能犯这么大的错呢？他也不想吧。依然，要是有空，去看看他吧。肯定是因为上次的事儿，对轩叔叔身体伤害太大了，他没办法了，所以才让轩辕接的班。所以依然，你别整天闷闷不乐的，用疯狂的工作压抑自己。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？迟早，你还是得面对的。哎，吴书记，哦，对对对，我在路上了，马上到。对，你先让他们把那个规划材料先打印出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到。哎。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肩膀受不了了。放。哇，行了。来，哎，你在这儿的每一天都这样？日复一日。喜欢？说不上。不喜欢？也说不上。那是什么感觉嘛？其实没什么感觉。你就不想问问我为什么突然过来了？你想说的时候，自然会说的。跟你说话真是费心。跟你待这么一会儿，我这个月的话都说完了。可以，我可以。好，走。
虽然这是一张新晒的活纸，可是你看，浓处可托千钧，但是能震云也。可惜呀，您做的纸，就像这副残荷，孤茎玉折，风扫残叶，一池岁月老，隐去享清福，该是退位的时候了。你说，哎呀，你这个老东西，你什么时候阴悄悄的跑进来了？哎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哎，是，人走楼空了，场子没了，也变得冷冷清清。没事。不习惯嘛，从不习惯，到习惯。文年，我在你那儿存了多少钱了？哎呦，这个我不大知道，因为钱都是秀梅在那儿管着呢。怎么了？哎呀，这厂子里没啥事儿干，我在这吃闲饭，我咽不下去。这说了多少回了？你想走，你走哪儿去？你回老家，那边也没有什么亲人，你回去干嘛？你连身边有个人照顾都没有。要是明姐还在，我告诉你，我早就把你送回去了。小敏是不在了，可是那坟，她不还在老家呢吗？落叶总得归根嘛。这儿就是你的根，你到哪儿去啊？退一万步说，我给你养老送终。我要不行，还有宣言呢。宣言也是你的亲儿子。哎呀，你的心意啊，我领。可是，我在这儿没什么事干。文创这个事儿一提出来，我就害怕，我怕的就是这个结局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事情到这一步啊，我也该有个打算了。谁走都行，就是你不能走，我得管你一辈子。你还记得当年我们俩一块儿离开红星厂，打着铺盖卷走的那天？你是怎么跟我说的？永年，永年，等等我！你干什么？我伺候的纸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是国营厂，知道吗？这是铁饭碗，可以养你一辈子。回去，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怎么定的来着啊？这辈子我们生在一块儿，死也要死在一块儿。你想自己出去开厂子自己干，我陪着你一块儿干。买卖不好干，干赔了怎么办？你跟着我喝西北风啊？赔了也不怕。青檀皮要是剥光了，我就捆着树棍子卖柴火去。沙田稻咱可以自己种，纸卖不掉，至少咱还剩着粮食，咱饿不着肚子。走吧。那都是年轻时候说的傻话，他不作数的。这怎么叫傻话呢？要我说，那就是宣家的骨气和志气。我没多少文化，但是我知道，就是那口气，让宣家撑到了今天。哪怕是今天宣家不景气，那口气也不能丢，它没过时。哎，咱俩什么呀？你12岁就到宣家拜我父亲为师，咱们是同吃同住同玩同干活，说不是亲兄弟，但就是亲兄弟。别这样啦，这老哥俩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，
现在老了，该到了养老的时候了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这就是老年人的命。我小时候第一次到这儿来，林伯就在了。几十年啊，林伯就像是这山上的青檀树一样，不声不响的，但一直都在。也是该谢谢了。他去上海儿子家的时候，特意带走了一棵青檀树苗。他说，他到了那边，都没有能跟他说话的人。也许青檀树，才是他最真心的朋友吧。林伯曾说，当年他祖上遭难，衣食无着，是宣家的老祖，把这片晒场，交给了他祖上来经营，他家才得以活命，并有了一代一代的后人。所以林家人的责任，就是帮宣家守护好这片晒场。这里是宣家世世代代的根呢。从10几岁，一直到老，林伯都没有离开过这片晒场。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棵青檀树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嘛。也许对林伯来说，这份祖上流传下来的嘱托，更是一份沉重的责任。你知道吗？林伯这辈子挑过的蓼皮蓼草，简直比这座山还要沉。可他每次啊，都还是那么一步一步的挑，就这么挑了一辈子。林伯跟我爸说他要回上海养老的时候，我爸说，咱们桃花镇上最好的蓼皮匠走了。你知道手工纸和机械纸的区别在哪儿吗？手工纸的纤维里边，流淌着许多像林伯这样的人一辈子的坚守和付出。可以呀。哎呀，这一阵子你没白待呀。来说说，有什么收获？古法的法，不是方法，不是噱头，不是因循守旧，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。只要这份坚守还在，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，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。正因为这样，宣家的纸才格外的珍贵，才有了千年宣家。只不过可惜了，哎，千年宣家现在不造纸了。我给厂子做经营转型，生产文创产品，大师部门不同意，就都走了。你觉得你做宣纸文创这条路走错了吗？我没错，但是我把宣纸的根给丢了。行了，别多想了。既然来了，就把手头上的事儿放一放，让脑子里的想法停一停。哎，不怕跟你说啊，我选择到这儿，就是因为听到了你小时候在晒场3年的经历，是你宣言渡了我，你也能渡你自己。
那就让我们一块儿把宣家重新振作起来。有年，小美，保重。秀梅啊，老壳子，他走了。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刚才去叫他吃饭，我一看，屋子没人，我再一看，哎呀，那些东西都归置好了，他肯定是走了。那怎么办？咱们赶快去找找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这个老壳子。哎呀，你慢点儿。王叔，我老壳子伯伯来过吗？没来，没来，没来。老壳子伯伯今天来吃面没？哟，他今天没来呀？没来啊。没有。哎，永年，师兄是不是给你说过，他想回老家，对吧？说过。那我，哎，那车是到他们镇上那个是公交是，看看，哎，你不要命了你！啊，是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真是的，你找人不要命了你！妈！哎，小爷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们有消息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啊？有消息吗？哎呦，爸怎么了？永年，妈，要不这样，你带着爸先回去，我给你们找个车。哎，你别去找车，你去找人。是我去找，我去找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老壳子伯伯他跟我说过，他想到他们镇上的那个养老院。玄爷啊，赶紧去看看。行，那我去啊！你们赶紧回去吧啊！一定把伯伯找回来。放心啊。这周洪善呐，周洪善，他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儿，那是我宣永年这一辈子犯的最大的罪。我父母临走的时候就跟我说过，千万不要怠慢了周洪善。老壳子就算是我们宣家的人呐，他是我家的亲人。哎呀，老宣，这不找着呢吗？啊！
哎，干嘛呢？哎，我找个人。行，过来登个记吧。好。来，这边。试试啊。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啊，这2天有没有刚入住进来的老人啊？没有。没有，您要不再好好想想，他大名叫周洪善，洪福齐天的洪，善良的善。周洪善，哎，确定是这几天？对，就这几天。哦，那就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都在我这登记办手续。你再看一下呢。你要不去老区问问，那边登记不归我管，这是新区，经济条件差的、家里人不怎么管的都在那边，你去问问。好，谢谢啊，打扰了。爷爷，您帮我看一下啊，这个人有见过吗？见过张先生。在前面。叫什么？做什么呢？说话！没人要的，来这鬼地方。说话！不踩我！说话！是他，大白兔。伯伯，宣言，伯伯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错了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不要这么说，关你什么事啊？走，咱进屋说。不是，你跟我回去。进屋再说。大白兔，来，你坐。这事情啊，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伯伯，我爸说的没错，是我没能理解大家的难处，是我考虑的少了。你是我抱着长大的，你什么样我能不清楚吗？你是个好孩子。伯伯，大家都特别担心您，您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跑这儿来了呀？雪然，我没地方，我真的没地方去啊！伯伯，咱家在桃花镇，啊，咱有家。你爸跟你妈岁数也不小了，我不想再给咱轩家添累赘，你就让我在这待着。我跟这管事的人都说好了，等我死了，他们会给你们打电话。你干嘛呀？你起来！我从小，您就在我们家跟着我爸在厂子里面干活，还带着我玩。在我心里，你比我爸还亲。从今往后，您就是我大爸。我给您养老送终，给您甩火花，您就跟我回去吧，成吗？咱轩家怎么就成这样了啊？怎么就会走到这一步啊？大爸，轩家会好起来的，我向您保证，我一定让您亲眼看到轩家好起来。我信你有这个本事，快起来啊！快起来！那咱回家。都快4点了。
来吧。爸妈，哎，伯伯回来了。哦。哎呀，哎呀，你，哎呀，师哥呀，师哥，永言，咱下次不要跑了。您再回去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刀捅了我的心窝子。好了好了，来，我们到屋里去。哎，爸，哎，我妈呢？你妈上街迎你去了。哎呦，我给忘了。哎，赶快。哎，好。来。哎，妈，伯伯回来了。对，在家呢。我的老哥呀，你不是说在这儿闲着没活干吗？我们从明天开始，我们2个人联手，我们去造纸。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、梦寐以求的好纸。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看看，千年轩家没有断。他仍然在做好纸，造出一张好纸。这就对了。是，都对了。我不难受，回来就高兴，我真对不住你。是我对不住你。下一次就别做这样的事儿了。不了。再不走了，这要了我的命呢。12岁就在一起了，60年了。对不住了。没事，回来就好了，200张够了啊，歇会儿吧。再多弄点呗，多弄几张，优中选优啊。你明天再邮吧。秀梅说了，一天啊最多200张。哎，你这腰不行，你就坐下歇会儿吧。再说了，劳多了我也顶不上劲儿，这动作呀都拿不准。哎，轩辕，老爸，哎，老爸，这是给您带的奶粉，无糖的。天冷了，咱们换2套棉秋衣。那天看您那鞋都破了，给你买双新的，名牌防滑的。这都是给我的啊！哎呦，可谢谢了啊！爸，给您带的膏药，还有中外的明纸图鉴。放书房去，我一会儿就回家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你们聊。哎，谢谢了啊！没事儿。这孩子多有心，老财迷。这外地来的电商主播呀，我们也全给配套了单独的一个房间，非常好的房间。这住宿环境还是非常可以的。是这样，小陈，好多时候我们觉得的可以，未必现在年轻人真的喜欢。现在年轻人的审美跟我们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呀，要多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意见，跟他们多讨论讨论，对吧？小林啊，谈谈你的想法。那我冒昧的谈谈我的想法。你可别冒昧啊，都习惯你的直来直往了。说，我觉得最难的其实不是吸引不到人，关键是怎么留得住人。这只要条件开得够，就会有年轻人愿意到这边来发展电商事业。
我觉得房间大不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不能按照每个人的个性和想法打造出来，这样他们就会有归属感、安全感。我的个老天爷呀，这每个人的想法都天差地别的，要这要那个，就是累死我，我也满足不了呀。那我觉得可以灵活一点嘛。有监管和预算，财务方面透明合规的情况下，是不是可以给年轻人更多空间，让他们自己搞？小陈儿，这些方面呢，确实要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，多讨论讨论啊。这样，我这个下午还有个会，我就不陪你们了，你们好好的研究一下。谢谢你，小陈。您辛苦，您辛苦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那个，你们先忙，然后我回来再跟你们说啊。对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彭书记，怎么了？那个，欣然不好拒绝宣言啊，但是给桃花镇企业分订单就是会拉高成本，这种对大雅斋不利的局面，欣然不好去跟郑国辉说，所以他的意思是，您能不能代表镇上去跟郑国辉谈？郑总说不定能卖您一个面子。这过2天大雅斋就要开新品发布会了，郑国辉要过来，你们赶紧梳理一下。人家还需要什么，我们能主动的为人家解决什么问题？明白。难不成咱们请人帮忙，这还空着手啊？这个明白。走了，我回去马上落实。好，慢点啊。好。秀梅，你看看，真好。真漂亮！哎呦，这张纸有点意思啊。他从哪儿蹦出来的？这纸有点意思啊。啊？那你说说。这既有玉版纸的特点，也有白鹿轩的特点。哟呵，你还懂啊？是，爸。你还真别小瞧我。也许我懂的呀，您还不懂。好。玉版纸是宋朝的纸中极品，白鹿轩最早那是在元代道家用来写符箓用的，叫白鹿纸。后有大书法家赵孟俯用其书写，嫌其名字太过不雅，见到那纸帘之上啊，绣了鹿纹，故而更名为白鹿轩。每到纸钱上印有上用跟白鹿的印记，上用专供帝王，那代表了元末明初造纸工艺的巅峰水准。您二位这是把两者结合啊，创造出了玉版白鹿轩啊！你看看，这孩子是比咱们懂得多哈。哎呀，你要让我说这1、2、3、4，我可说不出来。你说，这纸怎么样？好啊，一张纸上体现2种纸的不同风格啊，不同特点，这就叫优中则优，这就是优化创新啊！哟，你爸笑了，不容易。你以后你得说点好听的，你爸也挺好听的啊。哎呀，我这没看错的话，这写的是宣永年制啊。对啊，爸，你怎么把自己的水印给印上去了？是的，早都打上了，不是被你给绝版了吗？你爸后来呀，又拉着我，偷偷又捞了不少呢，都有这水印。那这么说呀，我还能卖一批待绝版啊？行了啊！人家买我的是绝版的纸，现在人家要知道了你这样，那不把我给骂死？又认真了，就开个玩笑。你爸呀，是想捞一张高为祖宗的好纸啊。我俩也琢磨了好些日子了，怎么样才算是一张好纸啊？哎呀，师兄你就别问了，直接让宣言给你们俩开个药方子。他们俩为这纸，都快生病了，这就叫不疯魔不成活。哎，爸，您看啊，诚心堂纸算好纸，对吧？您们造的这个玉版白鹿轩也算好纸。你说真较个高下，我也说不出来。要我说呢，你说，你们不如这样，把历朝历代的好纸都造一遍，留给后代传下去，这有意义的多。哎呀，你爸是想要一张最好的纸。所谓最好的纸，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他们没有造出来的纸，让我们这一代人给造出来了，
那就是好纸啊。